首先祝屏幕前嘅你，包括黑粉，身體健康，合家安康。大家好啊！今日係5月3號啦，又嚟睇荔枝，仲有未落得了。溫馨提示一下，以下工作需要大家注意嘅，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參考。順便用你發財嘅手點個讚啦。今年荔枝雖然來花整齊，但係落果亦都比較嚴重，有啲果農呢甚至會失收，特別係妃子笑落果嚴重。妃子笑其實冇好難管理嘅，我哋培養好健壯嘅事體先係豐產嘅根本，適時合理咁做好每一步工作。雖然冇可能做到100%豐產，但係做到7-8成產量，問題冇係好難嘅。妃子笑雖然容易成花，但係佢有啲小氣，有啲人以為來花啦就會有收成。妃子笑同其他品種冇同嘅，需要你每一步工作都要細心咁去做好，先有豐產嘅可能。而今氣溫高，而且呢一陣高溫一陣雨，荔枝就好容易有炭疽同埋桑梅。平時我哋防蟲嘅時候要隔期去防菌，如果日日落雨呢，就要期期防菌。如果你荔枝有炭疽或者桑梅，後期就會嚴重落果，甚至會失收。防蟲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加上助迷代參連，即係百泰，或者比助迷菌枝、米酰胺、代參敏生都可以嘅，以上加一種就可以噶啦。再有，目前有部分荔枝咧已經扁嘴，需要大量營養去供應。根系有冇可以施太多肥？施太多肥咧就會容易造成落果。好似呢啲咁，有手指咁大啦，掛100斤果嘅時，可以施半斤複合肥，過10天半個月就可以大量去施肥啦。但係葉面肥亦都要跟上，每次防蟲都加葉面肥。呢啲咧係噴咗4次壯果囊嘅，呢啲果幾靚啊，係嘛？果形幾靚啊！如果你冇中意用壯果囊，咁你就可以用其他嘅，呢啲嘢冇勉強嘅，係嘛？記住啊，葉面肥要跟上，壯果囊1包兌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壯果囊可以直接噴到荔枝紅頭，期間你冇需要加其他葉面肥。到紅頭之後再打2次萬薑紅蓆色，咁就摘果得米啦。有想用嘅朋友就提前備好，快遞需要3到5天左右嘅。再有個別粉絲講紅橙哥留一手，冇完全分享，參考我個方法，有啲冇夠理想。你有真正一步一個腳印參考未？每步工作你有冇做到位啊？任何種植方法都冇100%嘅，專家都冇敢保證啦，係嘛？如果有，你講我聽咯。一直以來我果然點做，就點去分享俾大家參考，毫無保留咁分享出嚟俾大家參考。而且紅橙哥嘅果園隨時歡迎大家過嚟交流工作，包括黑粉都歡迎啊！過嚟呢有茶飲，有粥食。如果有時間呢，跌翻杯都可以嘅。好啦，又去逛下果園，祝大家萬事如意。呢啲好快成熟啦，加油！